今日嚟到中山南部嘅核心片區嘅新時代南灣，過嚟睇一睇佢熱賣緊嘅公寓同埋住宅嘅產品。而且呢度咧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淨係35分鐘嘅車程，係非常方便嘅。咁接落嚟跟住我嘅鏡頭一齊去睇睇佢係點樣嘅。小區咧係屬於中山嘅神灣，亦都係屬於中山南部片區嘅核心地段，3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嘅口岸啦。咁小區門口咧就有24小時直達香港嘅巴士啦。香港嘅朋友咧隨時隨地可以返到香港，非常之便利。咁住宅目前係50零萬就可以攞低啦，性價比真係超高嘅。咁鏡頭接落嚟一齊跟住我去睇睇佢住宅係點樣嘅咧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佢嘅住宅嘅樣板間啦，89個平方做到3房2廳2衛，仲配埋大陽台添。咁呢個戶型嘅優勢咧就在於全面嘅格局，採光非常之好，而且仲配咗超長嘅大陽台。咁呢個大陽台咧直接連通一個次臥嘅。咁接落嚟就係兒童房啦，主人房係一個套間嚟嘅，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啊！嗱，呢個就係佢嘅公寓產品啦，酒店式公寓39房1房1廳，入到嚟咧好似星級酒店咁樣嘅。咁最關鍵咧係你攞到屋之後，即時就可以交俾物業幫你去託管出租，即時就有收益噶啦。好似呢個39房30零萬出頭，你就可以攞低。如果做翻民宿嘅話，好似一日就係200幾蚊，差唔多300蚊一日。呢個收益都係幾 OK 嘅喎。點樣啊？睇完成個項目係咪覺得非常之唔錯呢？其實新時代南灣除咗公寓同埋住宅嘅產品之外呢，仲有別墅啊！成個小區有好多戶型俾大家去選擇。如果你覺得唔錯嘅話，咁歡迎揾我嚟實地睇睇啦〜